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4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丁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台中的成功3月发生爆炸，造成4个人死亡，34个人受伤。检方当咧调查事故的原因甲责任，行政院长倒应台也去到台中关心。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要对外国扣边际的关税，咱总统赖清德今仔早起也召开国安高层会议，看部会来讨论要安怎应应。针对总预算的争议，立法院表示有收到民进党团送函，会赶紧来召开协商。不过国民党团是讲因无收到要协商的公文。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台中的百货公司成功3月伫咧昨发生爆炸意外，造成4个人死亡，34个人受伤。检方透明对16个工人甲员工来核实，落尾是拢以证人的身份甲因请回。目前事故的责任抑阁继续咧调查当中。因为台中市府是按算要甲业者罚120万，抑阁有启动公安稽查专案。建筑主体也阁一直咧涉水，四周围全部拢扣封锁线。台中市公3月2月13发生爆炸，扣台中市府勒令无限期停业。14日透早有百货员工赶转来，将家己的汽机车为地下室刷出来。不知道，对，目前等待公司，对，有公司有他们内部会开会这样。所以我想说，超风管了，赶快来签署。整个爆炸案目前统计已经造成4个人死亡，34个人受伤，有20个人已经出院。其中澳门一家伙仔4代7个人，阿公阿嬷死亡，其中2岁女童伤势上严重，头部进行开脑手术，医院伫咧加护病房治疗。小朋友是一个严重头部外伤，脑部肿胀，所以我们赶快做了一个紧急手术。那目前在加护病房治疗，那目前生命真相是稳定的。不过，脑部的部分还要持续抢救当中。台中地检署13暗时，针对施工工人、百货员工等16个人复审，拢以证人的身份请回。针对起步原因，新中雅树医院表示，施工现场已经拆假树表，后续整修工程的细节并不了解。台中市府是无愿意加讲，强调会全力配合检方调查。那我们今天继续会协助检察官在现场或者是在进行相关的约谈把我们搜救的情形呢也向检察官做一个秉承。市府初估会开发120万块，而且马上启动百货商场公安稽查，受害民众医疗、心理咨询2项专案，而且向星光3月要求成立服务窗仔口，逐工说明在后处理进度。公司新闻台中报道。因为成功3月的这桩起爆意外，唔那台中市府启动39间百货公司、甲大卖场等等的公安稽查。伫咧湘北、桃园、台南、高雄、甲屏东，嘛拢有展开预防性的稽查。另外，伫咧台北市也特别去稽查夜市的假事，有发现到2大违规。带相关单位现场视察，伫百货开门前，台南市政府展开商场联合稽查，先确认消防设备是毋是有问题。大号百货伫1楼甲6楼拢有伫施工作业，市政府嘛，搁再确认业者事先已经依法提出施工计划。这边就是原来这就是预计的厨房的地方。要看那个现在目前的施工规划，那依照施工的设置配。台中百货起爆意外造成严重死伤，6都拢先做预防，拢启动相关的稽查。同时锁定商场、美食街、看局处检查雅士光线等关键设施，双方嘛全面检视消防安全。其中台北市政府为13开始，针对百货大楼也有夜市这个公共场所启动无预警的稽查，嘛要求业者爱随自动安全检查作业。已经完成66处百货大楼，特别针对餐厅、美食街等他们的消防安全、防火管理，成为重点的稽查项目，也针对包括南机场、士林、宁夏以及饶河夜市209摊使用瓦斯的突击检查。特别要求新北市7家天然气的公司要立即派人去巡查他们的天然气的管道设备到底有没有做到位，有没有能够符合标准。高雄市政府嘛为13开始对商场、美食街进行稽查，14早起去辖区内的成功3月的3道店、雅士、楼器、探测器，必须都要连接到中控室，这拢是重点的稽查项目。公安专家指出，台湾复合型的商场设置美食街真普遍，营运中所需要的各种设备，拢需要进行预防性的管理。建筑管理的部分，当然还有一些是消防专业或消防管理的部分。
它简单讲，它是涉及到好几个单位。餐饮业它如果没有一个主责单位，它的效果可能就会是个挑战了。专家建议，复合型商场公安宽责单位分伫无共机构管理，需要有统筹的窗仔口。同时，现场相关人员嘛爱理解火灾风险，也甲应变。地平时都爱进行教育训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政治的消息，针对着总预算的争议，立法院长表示已经收到民进党团送函，立法院长韩国瑜会赶紧召各党团来协商。不过国民党团是讲因无收到要协商的公文，民众党团是讲进前已经三读通过总预算，无搁再展开协商的案例。因为民进党团这边是呼吁南北两党得爱重视总预算的问题。 114年中央政府年度总预算难题歹解，那总统赖清德发声，呼吁立法院长韩国瑜赶紧甲行政院长杜英台展开调研协商。13暗时立法院嘛发声明稿表示，已经有收到民进党团来批，会邀集各党团来召开协商。总预算就是现在人民发动罢免潮的因。如果国民党的委员想要 来避免后续被罢免的风险，那么就共同来面对解决这个因。负责任的政治工作者都不要再推诿，不要再甩锅。针对于总预算13，行政院长杜英台已经甲立法院长韩国瑜会面讨论。行政院嘛列出总预算案，拢总有12项困难的所在，包含删减总数无宣读，而且到尾巴，国家真侪项冻结案改动条件有困难等。即马都听候立法院长韩国瑜要求各党团协商了后，是不是当打破总预算的难题？我们并没有收到相关的要在协商的任何的公文，三读通过的总预算。 那在送出之前说，再透过朝野协商，然后做什么样的更动啊？那这都不符合我们立法院相关的法律跟程序。没有针对已经三读通过的总预算再起协商相关的程序规定，到底要怎么协商？要协商什么？我们非常的困惑。 因为行政院长杜英台呼吁立法院考虑接受复议案，不过立法院长韩国瑜认为应该改用对加减预算方式处理。总预算本来预定10时送到行政院，到听候韩国瑜甲各党团协商了后，送出前是不是会当阁找到解放？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美国总统 Trump 13签署对顶关税备忘录，要对外国来扣边际关税，上紧伫咧4月会实施。而且 Trump 也搁再讲到，台湾将晶片的生理抢了，要求要将晶片产业刷去美国市场。另外，印度对美国有扣较悬的关税 ，Trump 嘛有去和印度总理莫迪见面，双方同意展开协商。签署对顶关税备忘录。 美国总统川普13宣布，徛伫公平原则，会甲外国扣同款的关税，而且还阁对实施征达税，同款看作是关税。商业部表示，上紧4月份就会实施。川普讲到晶片产业的时阵，搁一届讲到台湾甲美国晶片的生理抢去。Taiwan took our chip business away. We had Intel, we had these great companies that did so well, and it was taken from us, and we want that business back. We want it back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f they don't bring it back, we're not going to be very happy. 川普顶一大家针对美国进口的钢铁甲阿鲁米扣25%的关税，今卖又搁按算甲汽车的产业、甲晶片的企业带转去美国。不止个针对川普的大动作，后面加拿大甲墨西哥已经准备好反制措施，这可能会打击美国的经济。因为中共嘛采取报复的措施，对美国能源、农业机械甲大型汽车扣关税，而且对谷歌展开反垄断调查。 这是川普政治上的考验，因为选民希望伊上任了后，会当解决通货膨胀日加悬的问题。We will charge them no more, no less. In other words, they charge us a tax or tariff, and we charge them the exact same tax or tariff. Very simple. 川普13嘛，甲印度总理莫迪见面，因为印度对美国的关税是比其他的国家要搁较悬。 莫迪答应讲会减少对美国的关税，而且会针对这点，甲减少贸易逆差来展开协商。伫会后的记者会，川普嘛讲会卖 F-35稳型战机予印度。They're going to be purchasing a lot of our oil and gas. We have more
oil and gas than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by far, and they need it, and we have it. And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rade.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many things. राष्ट्रपति ट्रंप की पहली टर्म की बहुत बड़ी भूमिका रही है और मुझे विश्वास है कि दूसरे टर्म में भी हम उसी गति से आगे बढ़ेंगे。虽然川普宣布会扣对顶关税，不过未随着生效。而且虽然1月份物价指数月增0.4%，不过甲进前增加0.5%，这个无业关遐济。市场跳脱对通货膨胀压悬的忧虑，华尔街股市13开悬走悬，中场4大指数拢照收悬。公司新闻郑伟进报道。针对着美国总统 Trump 宣布这项对顶关税计划，总统赖清德今仔早起也召开国安高层会议，跨部会要来讨论安怎因应美国加扣关税的贸易措施。政府官员车队早起拢到总统府，因为总统赖清德召开国安高层会议，包含行政长杜荣泰、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连国安甲财经部会首长全部拢参加，要影响美国总统川普加多宣布的对顶关税计划，参详咱的影响对策。政府正在启动相关的规划，依据国家发展与建立安全供应体系的需要，由行政院全面盘点台美贸易合作的机会，未来将透过双方紧密合作，扩大对美国的投资与采购。美国晶片法案是不是个变动，也具有可能对台湾生产的晶片扣关税。总统府强调，继续关注美方政策，保持密切联络方式合作，加强台美关系，国安会会做好形象。不过，在野也建议政府应该赶紧做好跟美国谈判的准备。可能要调高关税，之前要放话是多少？100%，所以请我们的政府要严阵以待。他绝对执行到底啊！无差别待遇啊！像无差别待遇就是你赚我的钱，你赚多少你要还给我啊！这9年来，蔡英文的8年，加上赖清德总统接任的这1年，我们拼经济的成果也都是史上最好。所以呢，在各方面的经贸国际的局势，我们绝对会严阵以待。经济部目前已经派处长江文玉访问华府。部长郭志辉表示，经济部不是谈判小组，早起美国团队除了例行性拜访以外，也收集产业资讯，提供谈判团队参考。同时强调，台湾无偷走美国的经济产业，希望将增加关税计划威胁降到上低。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计划引起外界的烦恼，对台湾的产业会造成真大影响。也毋过，就有专家来分析讲，双方主要的贸易产品，亲像咱台湾外销去美国的电脑零件，或者是美国销来咱台湾的飞行机零件，拢唔免扣关税，所以实际影响无介大。颠倒有可能是双方超出自由贸易协定的倡议。美国总统川普按算上紧4月开始向各国扣对顶关税。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上新的资料统计，主要国家对进口产品扣关税税率，美国整体平均税率是3.3%，工业品平均关税是3.1%，台湾对进口产品平均税率是6.5%，工业品平均税率是4.8%。那其实我们本来对进口的工业产品的关税就不高。电子业应该是不在它所谓的对等关税哈？为什么？因为电子产品哈、电子零组件有资讯科技协定。专家明确表示，台湾受影响的范围较细，因为根据统计，台湾外销美国主要货品包含电脑零件甲附件、网络交换器、半导体装置、半导体设备等。台中的自通信产品已经成为 WTO 资讯科技协定双方实施零关税。另外，美国对台湾输出大宗，亲像飞行机这零件，同款实施零关税。我们趁这个机会跟美国提出，就是说彼此降税。好，那因为台湾本来是出口导向，美国是一个进口消费才提供国内消费的国家，所以在这个时间点跟美国去谈判彼此降税，一定是对我们有好处的。相对来讲，有伫美国设厂的台厂影响的详细，包含亲像台积电，也佫有对得起的中春、中原，另外也佫有自2015年才宣布要起的汉翔。
不过，即马台积电可能也面临另外一个状况。根据外国媒体报道，北京对美国晶片甲科学化当中的补贴奖励来重新协商，暗示恐惊延后部分半导体补助。有的公司都有达到。而且金额越高的，其实也许伤害会越大。所以50亿美元的这样资金规模，对台积电来讲，其实也只是一个杯水车薪的状况。这是台股大盘走势起起落落，早盘上期23163.66点，让235.75点，产业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外界继续的观察。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伫咧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举行进前，当地有发生汽车弄人阵的案件，至少有30个人受伤。目前是抓到一个嫌犯，是对阿富汗来到德国请求庇护的难民，伫咧德国是有合法的居留甲工作权，无前科。目前这个案件正在调查当中。因为总理肖兹是讲要把这个嫌犯赶出境，塔利班表示愿意来合作，不过要重开领事馆做交换条件。伫慕尼黑一场工会游行，有一台车竟然去弄人阵，造成几10个人受伤。警方接到通报，随去现场，附近的街路互警察车封起来，连关嘛有直升机。警方讲，这个嫌犯是一个阿富汗人，已经抓起来啊。有目击者讲，案发的现场有人倒伫涂骹，佮看到有一个人去互警方带走，真侪人坐伫涂骹口，是惊甲皮皮喘。Ich gehe davon aus, dass das schon absichtlich war. Also mir schien es, als hätte das Auto beschleunigt, bevor es. Personen verletzt. Wir gehen im Moment von weit über 20 Verletzten aus, von Schwerverletzten und teilweise sogar Schwerstverletzten. Er konnte dann durch Polizeikräfte überwältigt werden, nachdem sogar ein Schuss abgegeben wurde von einem Polizeibeamten. 案发的地点是真敏感，离安全会议的场地敢若1.5公里。包括美国副总统范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内等等国家的高层出席。当局部署5000个警察戒备维安。Eines muss ich Ihnen sagen, es handelt sich wohl mutmaßlich einen Anschlag. 有官员表示，这个嫌犯今年24岁，2016年以未成年难民的身份来到德国，伊庇护申请伫2020年去用拒绝，迄当初法令要甲伊赶出境，不过2021年4月去互慕尼黑当局推翻。几个月了后，发居留的许可予伊，了后伊读册完成职业的训练，还搁伫2间保全公司上班。因为无前科，伫犯案进前，伊是一个普通的百姓。目前调查极端主义检察部门已经介入。Nachsicht rechnen, muss bestraft werden und muss das Land verlassen. 塔利班表示，愿意甲德国就这个案来合作，来交换伫德国重新成立领事馆。这个事件互德国移民伫咧国内造成伤害问题，搁一届出现。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要求巴伐利亚邦的总理基德都要落台负责。前财政部长林德达呼吁，移民甲赶出境的政策都要大国较硬力。公司新闻梁平业。南韩政府指出，伫咧北韩有一个经过协商起造要互因为两韩战争互人疼分散的家庭，会当去遐团圆的离散家庭团聚中心，即马煞互北韩单方面来甲伊拆掉。而且北韩进前也甲南韩列做敌对国家，佮绑掉连接南北韩的铁公路等等，显示即个两韩的关系是继续的恶化。伫北韩金龙山旅游特区内离散家庭团聚中心，互北韩当局单方面拆掉。根据美国专门报道，北韩新闻甲局势新闻网站 NK News 甲11翕到的相信影像，其中一栋3层楼高的小型行政建筑，北侧办公室，也是伫12楼高的饭店西边甲饭店主要范围，甲南边的办公室，还佫伫咧。目前也无清楚规个建筑是毋是拢会被拆掉。南韩统一部表示，去年底就发现北韩有拆离散家庭团聚中心现象，这几天拆速度明显加紧。 강한 유감을 표명하며 이러한 철거 행위를 즉각 중단할 것을 엄중히 촉구하는 바입니다. 离散家庭团聚中心是一个特区内底南韩政府所属最后一个设施，有12层楼啊。1950到1953年韩战期间，朝鲜半岛真济家庭战后被分割伫南北韩。2000年6月，南韩联合声明，为了让南北韩家庭团聚正常化，促成后来团聚中心，由南韩出500个航员相当代表11.3亿。 伫2008年完工，是南韩政府为由现代集团旗舰子公司现代五产公司负责营运，上济应接受1000个两韩的家庭成员，总共办过500团圆。官方统计，登记团聚的人超过13万，不过最近只剩3.6万人还佫在世。 이산가족의 염원을 짓밟는
반인도주의적인 행위이며 우리 국유 재산에 대한 중대한 침해 행위입니다. 北韩这几年针对南韩言论一直升级，将南韩定做敌对国家。去年更早还连接南北韩的东海线加经济线铁公路。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讲，最近有现象显示，北韩可能准备重新对部分外国游客开放，也是新冠病毒疫情关国门了后第一摆。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镜头转来看国内，数位发展部昨是头一届公告，要增加卫星通讯使用的频段。包括这加轨道的卫星 Starlink 等等，开放30组会当来申请。部长黄彦南是强调讲，开放这个频段，通互咱台湾行入国际。专家也讲，这对咱的太空产业发展有帮助。伫咧战争的时阵，卖当靠这卫星来维持通讯。国科会去年底甲亚马逊下骹的古堡环评网络卫星计划参详合作了后，作为发展部13公告新增加卫星通信使用频段。上周做外是加贵卫星市场大公司 SpaceX 下骹成年顶30座卫星型号，因在地申请。基本上很简单，就是我们会开放频谱，当然就是说根据国际的趋势嘛，哪些频谱已经在用了，就是为了就是可能给卫星通讯，那个完全跟政治没有关系啊。那只是说那段频谱人家已经把它开放成卫星通讯了，我们当然就跟国际接轨嘛。作为发展部强调开放频谱应甲国际接轨，专家表示，因为不少大厂已经成功设置成年顶的卫星供应链，这摆开放对太空产业发展有一定的帮助。大家熟知台湾的产业是电子电机产业，不管是哪一个卫星的服务公司，终究还是必须回到卫星本身的制造这一块，就是台湾很擅长，而且台湾厂商是可以切入的点。专家指出，俄乌战争的时阵，乌克兰通信用要断去，都是靠加轨卫星才能维持必要的通信。有很多时候，像是一些救灾灾难发生的时候，有一些地区它可能对外原本的通讯有中断的状况，只要能够架卫星天线，那就可以让那个地区有网路。专家强调，台湾包含马祖电网这进行，也是靠加轨卫星保持通讯。都知影发展加轨卫星通讯的重要性，尤其对防止强军发动阻击台湾通讯系统的攻击，也将有帮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伫咧台南市中西区有民众行伫咧过路线，行到一半，看到车顶变红灯，是赶紧要撞过去，煞互一台骑真紧的奥多摆撞到，双方拢有着伤。警方表示，这个民众骑车经过过路线无放慢速度，违规上当会当来罚36000块，还佫有吊扣驾照一张。13号暗时，台南市乐湖行人野线行伫兴川线，行到一半，号志顶转弯，行人赶紧行过去，煞互高速骑过来奥多摆弄着。昨个暗，因为落雨啊，一个行人对遮过啊，半走半行啊。伊个奥多摆过来，当我弄去啊，这不是嘛咧弄。这时等于现场拄啊好，附近居民讲有看到这件事故，伊讲这路口常常发生代志，进前曾过红号做小绿人的动画式行人专用号志，毋过后续红已读，就常常互行人因为我都知影市顶的秒数，毋知要安怎。违反道路交通条例，骑进对设行车管制后，自知行人穿越道，不减速慢行。第14条第4项，因而肇事致人受伤。警方表示，肇事的假性起诉，行经无适行车管制号志的行船道，无减速慢行已经违规，将会面临7200块到36000块的罚金，而且会吊扣驾照一张。公司新闻温正平、王丽婷、林昭宽台南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开始各地头水气减少，气温卖小可啊回升。尤其是拜六的时阵，这气温可能会升到25度，遮尔啊烧热。也毋过礼拜是又有一波冷气团的报道，预估气温会降到14至18度，有可能会寒到后礼拜3。所以提醒观众朋友，就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要会记得穿好烧。民众穿粉红仔色的短裙出门，顶面也是爱穿厚厚的外套。气象署指出，拜五、拜六大陆冷气团减弱，温度会回温到25度。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回温，因为礼拜阁有一波冷空气落南，到时全台温度伫咧14度至18度左右，而且会寒到后礼拜2。而冷气团会持续到下周2这段时间，周3开始冷气团是逐渐减弱。
那周三开始冷气团逐渐减弱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整体来看温度并没有回升这么明显。乌阴的天气，民众甲雨伞早出门，大家随时会落雨。气象署表示，拜五水气有豆豆减少，不过全台嘛是有可能有短时间的阵雨，拜六地转做高温无雨的天气形态。今天呢，整体来看的话，白天尤其在中午之前，下雨的范围还是比较偏广。不过刚刚有提到，下雨的范围在今天下半天之后会逐渐缓和下来，而在明天的时候，主要就是在东半部地区有一些比较偏零星的降雨而已。虽然拜六各地拢是出日的好天，不过气象署提醒，礼拜到后礼拜四北海岸和东半部水汽会增加，到时会有短时间的阵雨。另外拜六天气虽然会回温，不过早暗温差也是真大，会差到10度。加上后礼拜也是有冷气团落南，气象署提醒民众爱注意天气的变化，而且厚衫也袂当收。记者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今仔日2月14日是西洋情人节，有真侪人会买玫瑰花来送予正伴，需求量嘛大大增加。不过今年因为天气湿搁冷，收成减少4成，玫瑰花价格起较真悬。有的民众就改做去买有加工过永生花，唔免惊花会冷去，价格嘛较法度接受。各种色水的玫瑰花放伫店面上显白的所在，真侪人行过拢会看一个。上经典的红色玫瑰花甲粉红色的刺草同款嘛真好，因为西洋情人节要到啊。不过今年若要买玫瑰季节，就要加开花钱。2个礼拜前价钱的话，应该以我们的批价，每把20支的话，应该差不多在400到500。以现在情人节的前3、4天的话，应该有到1000到1300。今年玫瑰起价主要因为天气寒，佮加上湿气悬，地区影响到花的生长。业者讲，种玫瑰花农今年减少4成。以台北拍卖市场来看，花发价一束20支来到504块，小卖起到1300块左右。那进口价格将近爱2000块，兼爱提早做本才买得到。民众认为价格可以当接受。我即马是无女朋友啊，不过我若是有的话，外口我是感觉一档若是1道的话，我感觉袂歹啊。系啊，那查某讲爱花的话，我一定会送的啊。对，那价小这个部分，恁大概偌济当接受？价小哦，差不多7、8把，差不多吧。情人节送礼，近来嘛有人会买永生花，嘛就是袂冷气的花。花艺师讲，这款价小较袂起起落落，加上花色水加真侪通选，不少人会买这来代替。这永生花的技术就是把真花的玫瑰花，甲伊做成加工染色。互伊固定起来，所以伊嘛有一个名叫做不雕花。这种花放伫厝里吼，会当放足久，比青花会当保持较久。虽然国产甲进口的玫瑰价格拢起价，不过业者讲，其实今年来买人电脑屏真几档价较济，主要因为今年春节参情人节无想要紧，送礼嘛无一定爱送花，表达心意较要紧。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咱国内鸡卵的产量逐天有12.7万外箱，超过需求量，价格有变较俗。不过市价协会指出，产地价格1斤22块半，大卖价格煞得爱32块，要求得爱甲价格降较低咧，吸引消费者。因那两商工会是认为讲，这价格是真合理，袂当搁降低。农业部后礼拜1嘛会再来开会讨论。一早十庙行的拢是人，为咗民众来买鸡卵。店头啊讲无落雨买气较好，小卖价格是来到6大斤34块外，价格明显比欠卵的时阵加真济。有消费者摕鸭肉来装满满，讲厝内人济，需求量悬，不管价格悬啊低，拢固定买遮济。都一样啊，每天就固定吃这个量了哈。对。消费者有感觉到鸡卵变俗，不过食偌济买偌济，袂因为价格变低来加价挂。买完就也袂完，爱来买啊。袂讲因为俗个来买2倍安尼。无会。根据上新统计，鸡卵逐天产量悠远伫高档，12.7万箱，比12万箱的需求量悬，所以嘛是供过于求。产地价格已经落到6大斤22块半，比生产成本低，但批发价格来到32块，价差达到9.5块。市价协会认为批发价应该搁降才合理。会议记录的有白纸黑字的，就是6块半，把这个价差降下来是消费者可以买到便宜的蛋，是鸡买鸡但台北市两商工会是呼吁批发价袂当搁降，水电、人力成本全部拢起，价格搁变低，变成饮料钱，认为应该为源头减量。迄是较早几十年前的，中间9年前的时阵尔，
前理事长定的啊。啊，即马9年后的中间，你知影逐项贵啊。佳能将过于求产销无平衡，生产端佮有销售端拢化苦。对此，农业部一直并无回应。市街协会是讲，农业部已经主动发文邀集产业团体伫后礼拜一来讨论佳能报价制度，讨论出双方拢会当接受的价差。公司新闻林前文5家报台北报道。花莲的日出乡下大道是专门用来举办艺文活动的公共场所。最近所传出有民众无经过申请，家己伫遮大埔旁办丧事，引起争议。警方是接到检举去到现场，甲因开2400块罚单。花莲日出乡下大道边仔咧准备办太平洋灯会，暗过离灯会会场300公尺的所在，竟有民众家己搭边仔咧办丧事。家属无奈表示，全部拢是按照一个人咧主导，想要反对也无法度反对。都我叔叔在主导的，我们都是事后才知道说他要办在乡下大道。阿华有被文化局开罚，你觉得怎么样？就个人做事个人担啊，对啊，他也不听，对啊，也都不听，那就。罚也没办法，对啊，也没办法。警方接到检举了后，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2条第1项第9款，可以违规告罚单2400。加做乡下大道完工了第1张罚单，文化局是强调，毋是无真情，是这所在使用规定，主要是用伫公共艺文活动。他有向文化局来提出申请，可是呢，在我们的管理办法，在日出大道管理办法第6条，它有明定。在日出大道上呢，是不能够举办祭奠的一个仪式，所以呢，文化局在拒绝了这个案家以后呢，他还是不管，就是设置了这个灵堂在日出大道上。办丧事甲小事合表示，是因为殡仪馆客满，找无适合的场地办丧事，才会伫遮搭灵堂，造成社会观感无好，表示真失礼。另外，违规使用部分除了警方罚单以外，文化局另外也依照实际使用时间来收场地甲清洁费。公司新闻花莲报道。宜兰县府推出去宜兰旅游凭发票第档抽奖的活动，不过有一位姓曾的查某人。共一届抽到2项大奖，有民众就亚康讲，这个人是县府员工的亲人，引起外界的质疑抽奖无公平。因为县府表示讲，因无限制员工的亲人袂当去参加抽奖，所以来买个建议敢要限制。也即届有人抽到2项大奖，嘛敢若会当选择其中一项。抽出的是 Apple Watch。抽奖的现场要抽出电子手表啊，送予好运的民众。宜兰县府为着要推广观光，举办乐通游宜兰发票抽礼物的活动。全国的民众若去宜兰佚佗，只要消费满500块，就会当上网登记发票来抽奖，而且会分2批，头一批12抽出来，不过公平性却引起质疑。但我们接获到的爆料就是，虽然说该名得奖者他非县府员工，但其实还蛮清楚，应该有所掌握是他的家人在我们的县政府公旅处这边工作。有民众甲面台压出来讲，有一个姓曾的查某人，伊小连续抽到戴森的电扫帚、甲 iPad 平板电脑。因兜有人是县府的员工，这个得奖得2届的机会无大，嘛，予得奖的人伊的身份引起关注。个人是保持着怀疑的态度，因为我觉得那么多人在抽奖，我觉得这几率太小了。一次中2个奖，就是你觉得这样几率高吗？因为我不太知道他到底是几个奖对啊，如果是本来就很多，我就觉得就还好。根据县府的统计，头一批抽奖累计有8300多人次参与，用电脑抽出65寸的电视，等等125个奖项。县府讲，这个姓曾的查某人确实有伫宜兰消费，而且上网登记发票，拢总登记30多条的资料，才叫参与抽奖。得奖发票是无共张。除了县府的公旅处的员工以外，并没有限制县府的员工跟眷属是不能参加的。县府讲，根据头一批抽奖的规定，一个人敢若限制抽到1届，这个姓曾的查某人一个手抽到2届，就要放弃其中一项。这个抽奖的活动，并无讲县府的员工或者是伊的亲人都袂当参加。因若未来敢会限制，也搁会建议。另外，第2批抽奖的时间会伫3月12举行，上大奖是汽车，欢迎民众做伙参与。公司新闻宜兰报道。
台南市的二仁溪因为水质污染正严重，经历几啊10冬了后，即卖受污染的比例已经对2002年的100%大减少到2024年的21.5%。而且伫咧二仁溪水尾是已经连续3冬，拢有看到乌面腊尾来遮停歇。几啊只乌面腊尾飞过二仁溪，等咧找物件食。那地面上嘛有几啊只已经开始咧食。最近这几年是愈来愈接看到乌面腊尾来到二仁溪这口里啊活动。二仁溪从非常严重的污染，经过这么多年来的努力，我们看到它已经慢慢的恢复河流应有的一个样貌，这是一个让人非常兴奋的事情，因为它告诉我们，只要努力，只要愿意做，就有希望。二仁溪永过是污染真严重的所在，不过经过几啊10年的整治，根据台南市环保局的数据显示，污染的比例已经为2002年的100%大降低到2024年的21.5%。水质改善也连带反映在生态调查的变化上，二仁溪鱼类数量逐年增加。据调查发现，物种由101年的30种提升至41种。台湾生态保育学会统计，今年台南的乌面腊尾有2536只，比去年加687只。就连过去毋捌出现过乌面腊尾的所在，即马嘛看会到。虽然敢若一个地点的环境有变好，甲整体乌面腊尾数量变侪无明显的关系，不过也是会当为环境甲水质的改善来看到淡薄改变。吃了差不多了。它就会往南一直过来。现在台南市就是说，安南区那边在土城啊，还有在那个市草保护区那边呢，就有地方吃的话，它就会一直往那边去。即马毋但二仁溪出现乌面腊尾，连靠我市区的四群新嘛会当看到几啊只乌面腊尾伫咧蓝地内底找食。若一般的乌面腊尾大约伫咧2月底左右。金色的毛才会完全生出来，然后等到3月中，因就会开始飞转去北部，准备生产后一代。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台东的林保分署最近接到通报，讲伫咧卑南乡的李家林道海拔大约干500公尺的产业道路，发现到一只台湾乌鸫伫咧罗里丛。这个地点也创下台东县出现乌鸫的上低海拔纪录，离泰安村社区干1公里尔。互民众是真烦恼，嘛希望政府会当安装监控乌鸫的设备，通好即时通知居民来防范。民众伫车顶用手机翕到山路有一只乌鸫伫走，挖一个弯乌鸫稻米入去草坡内。这只乌鸫互人翕到的地点是伫台东县卑南乡离嘉林道3.5公里的所在，离下骹泰安村社区差不多1公里，真挖近村民住的所在。这座山的后面啊，有计程车载客人到8869那个植物园区那边，那在回程的时候拍到的。确认之后呢，知道它是一只亚成的黑熊。那这个地点呢，非常的靠近邻近的聚落跟农场。台东林保分署确认这个地点伫海拔500公尺左右，创下6年来伫台东地区发现乌鸫上低海拔的纪录。台东林保分署已经伫周边架设监视录影机监控。最近花东两县一直伫低海拔发现乌鸫，专家认为乌鸫族群增加，因活动范围会扩大，真挖近咱人的生活区，爱特别注意。有些个体就会在这边定居下来，也有可能是固定的、季节性的会在这边活动哦。未来也会持续加强多元的辅导，来降低人熊的冲突。台东林保分署去年也捌连续记录到，好像3只乌鸫的家族出现伫李家林道。台东分署统计，去年台东县拢总翕到39间乌鸫的影像，发出巡护假奖励金有130多万。目前全力辅导泰安社区加入乌鸫生态服务给付计划，守护社区嘛保护乌鸫的生态。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为着要推广有机种植，也来解决欠工的问题，台南农改场是引进纸模补田机，透过一沿纸模捅出来的黄以外，这些杂草拍袂到日，就拢袂发出来，唔免阁加请人来除草。不过目前这台机器是还阁伫咧推广的阶段，希望未来政府会当来补贴费用，互其他的农民嘛愿意来投入有机种植。补田机咧田里驶来驶去。但这台为日本引进的纸模补仓机，在补稻仔时，同时会覆盖一沿纸，
和水堆周围被纸包围，会当将杂草浸止和日头隔开，杂草就生不出来。一层纸，然后呢在上面插秧。那我们杂草要生长就是阳光、水分、空气嘛，那我们盖这个纸上去就是怎样？就是把那个阳光把它阻断掉，阻断掉它就不会长了，杂草就不会长。现在有真侪农村面临人口老化和欠工问题，若要推广有机和优先稻作，看阁找无人敢挽草，将面临栽培有机推广困难。当然，农会这2年经过试验，发现防治杂草的效果袂歹。它的费用比较高一点，所以就是要有赖于政府还有农会一些小金额的补贴，降低农民的那个成本啦。就即马的有机推展的时阵，即马变做讲伊的价位甲咱一般的价位较悬啊。当然，农会表示，为了推广种植有机水稻，农会已经使用纸模布条机试验3期水稻种植。虽然防治杂草效果袂歹，但因为成本较悬，期盼未来政府会当补贴纸模费用，以提高农民投入有机栽培意愿。公司新闻王伟雄有年报道。高雄去年是小连续举办大场的演唱会，都有民众家己走去会场的外口摆摊，利用空间，互人伫遮寄行李。这行李是塔架敢若规座山，买手嘛去互市府来甲因赶走。14即讲又阁有国际出名的团体名册要来办演唱会，高雄捷运公司是头一摆来试办寄行李的服务。左营分局嘛表示讲，即摆就会开罚单来处理乌白违法摆摊的人。一手挂牌呀，一手塞行李箱啊，14即天伫高雄各有国际著名团体来办演唱会，就是要互中北部来的民众唔免安尼大包细包歹行动。国际公司是头一摆来试办寄行李的服务。国际表示，其实因的大型车头拢有设寄物件柜啊，数量大约20-30个不等，无够应付大型演唱会需求。即摆试办若是环境好，未来会考虑继续办。高铁公司于R16左营捷运站付费区内试办人工行李寄放服务，供旅客临时寄放。歌迷听完演唱会后搭车到左营站，免出站领完行李就可以直接搭车前往其他车站。咱实际来到捷运的左营车头看，寄物件柜啊，大概1点钟20，小10块，可能是时间也早，48柜啊有真济拢也空空。若是国际安排寄行李专区，大约会当收200件，到时会有专人来顾。民众对这2种寄物件选择嘛有无同款的看法。可能寄行李有时候很多人其实很难找，然后就会变得很麻烦，不知道或许有时候还要冒风险把它放在一些可能会被别人拿走的地方。那如果有这样的服务的话，就会觉得方便很多啦。应该也是选那种柜子的，那个密码只有你自己知道，只有你自己能开。但是那个如果他可能给你一张号码牌，但你如果号码牌丢了的话，随便一个人都可以去拿你的行李。因为去年有演唱会外口出现摊商摆摊，互人寄行李，一大堆行李踏伫路边，亲像粪扫山同款，歹看阁走界落山。14细菌主场馆有办演唱会，中央分局表示，即摆有新规定，会场的4号连等拢是禁止摆摊，若是发现会按照道交管理条例开单，上悬罚2400块。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雄采访报道。即马有愈来愈侪高中生为着未来就业，选择去读自然组，所以即马社会组的学生是大减少，连带大学的人文科系招生嘛受到影响。所以即马大学的课程是搁再加强国际化、实用性，也搁有跨领域，而且嘛因应着 AI 发展的趋势，开设相关的课程。当你讲轻人文的社会风气原在，这几年高中是流传读社会组的，会去互同学笑讲是失败者。我们是有听小孩子说，就是读文组会被笑。当然，我们都会尽量辅导小孩子啦。我们现在26个班，只剩3个班的社会组，对，就是萎缩当中啦。社会组的学生咧减少是事实，专家就讲主要的原因是未来出路甲薪水的问题。大学就要找出对策，让学生所学的会当符合社会需求。举例来讲，台湾真需要半导体人才，培养的理工毕业生无够应用。人文社会学生无一定爱下课下来学专业，不过会当下领域理解素养，有关系当入去相关的公司做业务，也是人力资源的工课。我们现在会在做精进的是，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的课程其实是符合社会需求脉动。我们有很多数位 AI 的课程，可是这一部分其实是也许高中端的学生不太了解。
升学辅导专家指出，台大、政大、台师大、成大、东吴、辅大这寡人文社会科学、甲外语科系真完整的大学，课程真国际化，实用性高，佮有下领域的优势。文组的高中生特别介意。也若是教育部推动所谓人才创新人才培育计划，过去2年16间学校的团队开206门课，大约有7800人次的学生来上课。望是会当帮助学生有因应时代转变能力。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为着要提升全民对科学的兴趣，国科会是搁再来举办科学推广的活动，而且也鼓励学生发挥创意来制作59秒的短影音，让台湾的科技科学会当透过影音来推广。这里来一个拍纸箱啊，喷出白色的圆壳啊，科技甲魔术结合，实在真好看。由国科会举办的第2届 Open Core 科普创意熊，望当下甲科技科学知识，运用影音媒体来传播，吸引全台湾460个学生囡仔团队，17组成绩真好，1分钟的科学影片类，国立台北科技大学的作品最近很忙，得到大专院校组的金奖。这些酒醉行为背后，其实都有科学的原因。好，因为现在年轻人喝酒文化还蛮盛行的，但是他们现在都不太了解，就是饮酒过量可能会引发什么心理或是生理上的不适。另外，对短影音的热度，第2届科普创意熊嘛头1届精选59秒的短影片，大专院校组的金奖由实践大学的魏宇新闻提到。打雷会分解空气中的氧气。分解为氧原子与其与氧气结合。所以有时候会跟朋友走在路上，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下雨天会马上知道会下雨？这个影片让我就是特别去查关于下雨天可能会有的气味。这样，现场有17组科学手作的单位，欢迎民众来到上演文创园区，感受科学的魅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根据地消防署的统计，找无路占山难事故的原因占大约37%。民间搜救的教练也建议讲，爱早划清定位的装备，确保若是失联的时阵，会当回传位置，互人去搜救。国家公园署最近也当咧建议，要修国家公园法，规定未来若要去爬山进前，就要投保登山险，互家己的安全加一份保障。伫春节期间，有山友去爬大坝尖山，毋过因为体力无够，家己缀袂着其他山友煞失联。今年春节天气变化大，关山状况无稳定，地施救援难度也增加。根据内政部统计，今年春节期间山难就有12件，也投入救援人次166人。为着要提升民众爬山安全意识，国家公园署建议要修国家公园法，未来若是要爬山，除了申请入山证，也要投保登山险。这样子的一个保单出来哦，它会保你意外事故的，它会保你医疗的，它一样会保你紧急救援的。那其实这个它就是一个我们出去玩，我们出去外面玩，我们会去保一个险，来增加我们的内心的一个保障。目前国家公园署会针对国家公园法管理的山隙讨论修法草案，未来也希望林保署地方管理单位做伙来研议修法的可能性。根据消防署统计，104年到113年，计共发生3450件的山隙事故，其中找无路就占1263件上侪，大约37%。民间搜救教练也表示，除了爬山前评估家己的身体状况，准备离山的地图、卫星定位的设备也真重要。因为卫星电话它是我打电话，我去零线上面，我打电话给你，我告诉你我现在发生什么事。可是因为它是我开机，我按追踪之后，我放在我身上，我随时在走，它10分钟会回传一次你的定位。专家建议爬山爱早卫星定位设备，会当减少发生意外搜救找人的时间。另外建议登山险会当加保紧急救援险，预防若是意外发生，事后会使降低家属的负担。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伫咧咱台湾上侪人使用的通讯软体 LINE， 过去敢若电脑版会当选字型，不过最近 LINE 官方就针对手机版本推出新的字体，互民众会当来设定这个叫做延续的字型，嘛会当显示台语、客语甲原住民语的特殊字。
不管是了解社会事、看影片，也是开讲，手机也有各种 App 通选择。其中上侪人用的通讯软体就是 LINE。根据官方统计，LINE 伫台湾的用户数有2200万户。最近 LINE 伫咧手机啊版本发布一项新功能，就是台湾民众会当免费使用延续这个字体来显示台语、客语和原住民语的字。这是台湾的字体设计师郭志杰以日本开源字形做基础落去改的。日本有一个蜂窝公司啦吼，因有一个字体。叫可乐，结果差不多是4-5当前开完出来，即马都变一个物件啊，会使互人家己改啊，差不多就迄个时间就想着讲，若是甲台湾需要中文啊，个台语、客语需要的地方加入去，可能会足方便。所以讲，无人要做就家己来做。设计师表示，为着要设计符合台湾使用者的字形，原来开时间家己学台语拼音和汉字，搁去考台语检定。后来延续体伫2022年正式发表，这是台湾第一套开源的硬笔开始的免费字形。这届会当伫内使用延续体，是客家委员会自2022年开始谈的合作，有选对中央的国家语言发展方案和客委会经费支出，总算是赶伫咧世界母语日进前推出。111年就同来谈安尼的合作。每当感谢赖其虽然香港一个公司，不过佢落去台湾，加个这项种对于本土文化嘅尊崇，加个自信，迄讲做的满足有呐喊的本土语言的司法，嘅安尼都赖主做的用本土的语言，不管係汉语还其他语言来做沟通。但是目前在手机啊用台语输入法落去拍字，也是有一寡台文字，亲像因两人的因、爬山的爬等等，无法度正常显示。字体设计师表示，这有关 Unicode 敢是有变码，输入法是毋是有资源等等的问题，伊呼吁应当成立亲像客委会安尼的台语专职机构来处理。但是目前无，嘛希望文化部重视台语使用者的困扰。记者卢尚珠、曾俊佑。天气玻璃仔，咱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气象。北部地区18度至23度，中部地区18度至22度，南部地区18度至21度，东部地区18度至21度。外岛地区12度至19度。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丁雅纯，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